我是狐狸精附身了的冯昭仪，真的冯昭仪早已死了，你们不用找我。说什么鬼话！赶紧给我找人！启禀皇上！启禀皇上，发现国师和冯昭仪行踪了。召集御林军，备马！撤！应该就在那儿了。佳叶，他们好像追过来了。没事，妙莲，你坐稳了，有我在，不要怕。撤！这对狗男女，朕抓到你们，非将你们凌迟处死！撤！别怕，别回头！你受伤了。放心，来生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快走！我不。佳叶。跟朕回宫！蠢女人，跟朕回宫！快走！走！妙莲，妙莲，妙莲！妙莲！妙莲！我这是在做梦，还是现实啊？
妙兰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成何体统？家业，家业身为佛门弟子，居然勾引朕的妃子。亏朕平日里对你那么好，你居然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，你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呢？宝娟，宝娟，宝娟！怪物！快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快跑啊！到底想干嘛？走啊！有妖怪，快跑！快点！你干嘛呀？妙莲，朕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呢？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古怪？我们不会阴差阳错误入魔界了吧？大哥，你面对现实吧，这已经不是你的那个朝代了，现在是我的地盘。这个地方这么古怪，这么可怕，快跟朕回宫！回什么宫啊？回宫你就要处死那个妙莲啊？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你不是早就立了太子了吗？你驾崩了，太子就可以继位了。不要以为少了你，世界就不行了。你这是大逆不道！你在诅咒朕吗？你不怕朕灭你九族吗？灭我九族？我还灭你九族呢！你以为这是你的皇家大院啊？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没空理你。你，妙莲，等等朕！妙莲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看，是不是家业做法把朕吸到这里的？他是想害死朕。不提家业还好，就是你害死他的，就是你害死他的！贱人，现在还护着奸夫！你居然敢咬朕！你敢掐我就敢咬你！你什么时候变成泼妇了？就是泼妇，我就是泼妇！大胆刁民，见着朕还不下跪！朕要诛你们九族！妙莲，妙莲！哎呀，拜托你别再跟着我了，我又没有监护责任，也没有抚养义务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朕就要跟着你。你说的朕听不懂，朕只知道是你把朕带到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的，你得负责到底。在古代的时候你就纠缠我，到了现代你还死皮赖脸的跟着我。本公司长期招聘男公关，日薪1000元以上。哇哦，这
到让我想起一个人。你为何笑得如此奸诈？你知道你长得很美吗？啊，走，跟姐回家，姐给你好好捯饬捯饬。这是什么打扮？这叫时尚。一会儿你做50个俯卧撑，充分体现你肌肉的线条，保证 OK，perfect， 完美。有何事，非要夜里去？哎，这个你就别问了，记住你的代号，叫李皇帝。李皇帝？这算什么名字？朕叫李欢。姐姐一会儿就带你去寻欢作乐去，起驾。好好玩啊！刘姐，你们先坐会儿啊，出去一下。怎么样，美女够多的吧？比你后宫那3000佳丽强多了吧？这工作呀，就太适合你的爱好了。你就把这当成你的后宫，你就会觉得工作又轻松又愉快。嗨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过来。乖，就去一会儿啊。我慢慢喝。刘姐，哎呦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贵客呀。哎呀，刘姐，你这是越来越年轻了。瞧你会说话的，这嘴真甜啊。对了，刘姐，说正经的，我今天啊给你带来一个大帅哥，是哪包你满意。怎么说的呀？就是他。他妈妈生病了，家里急需用钱，你就多照顾照顾。要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你多多包涵啊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哎，看那外形跟气质还挺不错的，你放心吧啊。跟我刘姐保证没问题，一定不会亏待她的，放心吧啊！哎呀，放心吧。李花，李花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小乖乖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啊！过来呀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刘姐，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就在这儿工作了。有什么不懂的呀，多跟人家学学啊！我先走了，加油！哎，你走了？不，去吧，乖。不，哎呀，走吧，过来。来，害什么羞啊？过来。耶！甩货成功！哎，你说这千年不遇的学霸，人长得这么帅，他让不让人活了呀？就是啊，心理学什么的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就是想见他，长这么帅呀！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进去吧。您的酒。来干，敬慢一会儿。来，干了啊！运什么气呀？好的，亲爱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！再次感谢我们的帅哥美女光临我们的江南秀音乐会所，衷心的希望我们全场的朋友喝得开心，喝得愉快。
祝愿你们拥有一个开心而浪漫的夜晚。感谢朋友。我们来此作甚？饮酒吗？第一次吧，来这儿都是赚钱求包养的。此乃何字？这个是数字，你那个是17号，我这个是16号。来，感谢来自我们5号桌的张姐，哎呀，好漂亮的美女啊！为我们的11号的少爷5000元的花篮支持，感谢我们的张姐。还有，谢谢。还有没有？来 ，OK， 还有老顾客了啊！感谢我们的红姐，为我们的12号的少爷6000元的花篮支持，谢谢红姐，感谢。哎呦，张姐，感谢。来，接下来还有没有？来，继续，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好，3号，感谢。来，我们的5号少爷5号到你了，走啊！好嘞。来，7号，赶紧叫你。站你。来，接下来是来6号。非常荣幸向大家介绍本次的演讲嘉宾叶嘉博士，掌声送给他。叶嘉，著名的心理学博士，毕业于维也纳大学；医学博士，毕业于德国爱德堡大学；哲学博士，西方宗教研究博士，毕业于瑞士苏黎世大学；东方国教博士，毕业于西北大学国教研究所。除了我们知道的享誉国内外的大作之外呢，叶嘉先生还在东海大学捐资修建了一座新的精神病研究所。今天叶嘉先生演讲的主题：精神病和白日梦的区别。有请叶嘉先生。同学们好，我叫叶嘉，非常高兴今天大家能够来和我一起探讨精神病与白日梦的区别。谢谢。精神病的英文是 psychosis， 患者的认知、情感、意识、动作、行为等心理活动均可出现持续的、明显的异常。
一会儿等陈姐来了，你们都给我好好招待招待啊，多哄她开开心，可少不了你们好处。放心吧，刘姐。哎呦，陈姐呀，刘姐，是吧？哎呀，陈姐，您瞧瞧，可都想死你了，就盼着您来呢。来，坐。来，都坐。谢谢。哎呦，小姐姐呀，陈姐，小调皮，老规矩，见面礼1人1万。谢谢陈姐，陈姐最好了，还是那么乖。陈姐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做大生意，好养活你们啊！哎，陈姐就是大方。哎，拿着，陈姐啊。哦，谢谢啊。拿着。哎呀，客气。谢谢陈姐。好，玩去吧。好，陈姐再见。好，玩去吧。去吧。哎呦，这帮小弟弟啊，就盼着您来。最近挺好的。有新来的吗？哟，陈姐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就正好有个新来的。哎，兄弟，在哪儿呢？哎，那儿。哦，今儿刚来。陈姐给的见面礼。我不要。17号。怎么样？满意吧？他就是新来的吗？是啊，今天刚来的，17号。那可是上等货，一看就是新来的。叫他过来。来，刘姐。哎呦，陈姐，谢了啊。来，好好伺候着，慢慢玩啊，玩得尽兴啊。你身上有一种气质，和他们都不一样。有何不同？说什么来着？就是没见过你这种类型的。这小刘可以呀，这店里边居然有你这样的人物，真可谓是镇店之宝了。姐姐今儿高兴，陪姐姐聊一会儿。好，我知道。这是30万。我不收，我不是。你是嫌这30万少？啊，我明白。这是50万。我真的并非他们那个样子，我真的不会收。你是厨？这的弟弟们都争着抢着陪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快点拿着呀，姐，好好开导开导你。我不要，真不要。你瞧，你多幸运啊，赚着大笔的钱，还享受美人，他们呀都羡慕你的命运呢。来，呀！我要！别走！芳芳，你居然把朕卖到青楼！哼，朕要杀了你！
峰峰，你好狠心，你巴不得摆脱朕，对不对？天地之间，朕究竟应该去哪里？谢谢你送我回家。我应该谢谢你，谢谢你陪我雨中散步。早点回家休息吧。你先回去吧。李欢，李欢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喝了。怎么了？我要回去。走。李欢，我要回去。哎，小心！你慢点儿。小凤，你先去开门吧。妙芝，来，妙芝，快来救朕！快来救朕！妙芝，来救朕！来救朕！妙芝，快来救朕！小凤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救朕！我表哥。他发烧了，这样，你现在赶紧去找件衣服，给他把这件湿衣服换下来，然后你去找一条干毛巾，我给他擦一擦。嗯。啊。嗯。哎，家里有感冒药吗？没有。这样，你去把这个毛巾给湿一下，然后给它放在头上。啊。朕要回宫，朕要回宫。家业，你这淫僧！来了。朕要杀了你！给我。哦，给他把被子盖上吧。嗯。小凤，他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了，让他盖着被子睡一觉，出点汗就会好了。谢谢。这样，我先走了。我送送你。小凤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哥为什么老称自己是朕呢？叶家，我能给你讲一个故事吗？
有一个女孩自己出门去旅游，在到达莲花山大天坑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突然有一股龙卷风把她卷入其中，通过时光隧道就回到了古代的皇宫中，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皇上的妃子。但是女孩并不开心，因为皇上的几个妃子百般的陷害她。后来女孩得了一种怪病，皇上就将她送到了皇家的家庙去养病。在家庙中，女孩就遇到了一个和尚。那个和尚长得和你一样。在和尚的精心照顾下，女孩的病渐渐就康复了，并且也深深地爱上了和尚。于是这个女孩就给他做了一顿肉素斋，害和尚破了戒。尝尝我做的素斋。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女孩和和尚终于发生了肌肤之亲。后来女孩告诉和尚，自己是从现代穿越到了古代，她很想回家。和尚曾在一本经书上看过有关多维宇宙的记载，他为了能让女孩回到现代，独自一个人去寻找通往现代的通道。风风，你在哪儿呢？真要找你算账！你竟敢把朕卖到妓院！风风，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就在女孩与和尚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皇上带着御林军也赶到了。刺向了和尚的胸口，女孩似乎听到了和尚骨肉分裂的声音。突然间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皇上跟女孩就一起穿越到了现代。家业，家业，啊，对不起，叶家，我叫错了。那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贱女人，你竟然把我卖到了妓院！你是为了跟他私会吗？还是想跟他走？李欢，你冷静一点！让开！你冷静一下！松开！叶家，你快走！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叶家，你快走！你快走！松开！李欢，别走！你疯了吧你！你有什么火？你冲我来！你现在赚钱了，自立了，我们互不相欠了。你是不是看到那个银僧就看我不顺眼？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女人，我就偏不让那个银僧得逞。朕从小被立为太子，10岁登基，95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。你竟敢打朕！你居然为了那个奸夫，在朕生病的时候打朕！那我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生病的时候，病得快要死的时候，
你不但不照顾我，你还在大张旗鼓地娶别的女人，把我打入冷宫，我差点被冻死、饿死。你有关心过我吗？我不小心偷看到你跟别的女人苟且，你就当众打我。我顶撞皇后，你还是打我。你一次一次又一次地打我，你这叫关心我吗？什么叫水性杨花？什么叫奸夫？什么叫贱人？哼！要不是家业治好了我的病，我死的时候，说不定你在跟哪个女人叉叉圈圈呢。我喜欢家业，我就是喜欢家业，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你，就好像你根本也没有喜欢过我一样。冯昭仪只不过是你几千个老婆中的一个，你喜欢陈皇后、八美人，所有的嫔妃。你要是真正的喜欢冯昭仪，你怎么会同时喜欢上那么多的女人？你没资格跟我讲喜欢与不喜欢，那不叫喜欢，那叫滥情，不，叫滥性。冯昭仪只不过就是你的泄欲工具而已。我告诉你，在皇宫里你蹂躏的那个身体，不是冯峰的，是冯昭仪的。我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不可理喻。你放手的决定如此干脆，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回。惨白的月光下尽是狼狈，竟是被晚风打碎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皇上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
这哪里是人住的地儿，简直就是狗窝。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，打扫出来就好了。你扫地，我擦。朕乃九五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，我才不干呢！这么脏的房间，我一个人怎么打扫啊？这是奴婢干的活。狗皇帝！那旁边，没看见吗？桌子，那儿还有一个。哎，眼睛不好使吗？真笨。以后没本事就别逞强。你有本事你干啊！我是一国之君，我能干这活吗？李欢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房子是我租的，钱是我花的。你要是想住在这儿，要么扫地，要么滚。干活啊！那，扫。对，就这么扫，就这么扫。那儿有个粉色塑料袋，那儿没看见吗？那。擦！居然偷吃我零食，好不好吃啊？我的零食好吃，还是你皇宫的美食好吃啊？味道特别怪，不知道吃进肚子里安不安全。你把我零食全都打开了，那我吃什么呀？我饿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喝甜甜的豆浆，香脆的油条。油条乃何物？自己出去问，快！哦。1、2、3。此乃油条。是啊，要几个？我要4个。好，那给你钱。好。
OK， 好，下一场。安妮，该你上场了。你们两个，跟你们讲啊，这场戏呢有一个接吻的镜头，你们两个接吻的时间呢要长一点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各部门准备了，拍了啊！各部门准备，做好准备啊！哎，导演，那我们就实拍了啊！好，实拍啊！来，好，准备，现场保持安静，准备啊！保持安静啊！准备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什么戏啊？哪那么多废话，看就是。开始。皇上，爱妃啊，好久不见了，让朕好好看看。哎呦，爱妃啊，多日不见，你怎么瘦了？饿死我了。狗皇帝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是迷路了吧？让朕抱抱。妙芝，住手！妙芝，妙芝，你谁啊？神经病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，妙芝？你疯了！导演，是朕的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是谁啊？你是朕的皇后，妙芝。赶紧把他拉走！拉走，拉走！妙芝，走，干嘛的？捣什么乱呢？走！赶紧走！大胆狗奴才！别乱来啊！你想造反吗？我把朕诛你们九族吗？有病！赶紧给他弄走！赶紧把他拉走！把我们道具放下！李欢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拉走啊！谁再敢阻止朕，朕第一个灭了他！李欢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有犯病，给我走！峰峰，你看这是谁？这又是谁呀？这个？他是你朋友是吗？赶紧走，带走啊！妙芝，多情况啊，这个！干什么？啊！放手！哎，有病！又来一个疯子！朕不能走，漂亮！弄！妙芝，这是皇后！妙芝，本妮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继续啊！没事了，各部门做好准备啊！刚才到哪儿了？来，在这儿啊，行。你干嘛跑啊？给你豆浆油条。我才不吃呢，都凉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想让人家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啊？精神病院是何地？就和你的皇宫一样，一个正常人去了，都会变疯了、傻了、二逼了。小公狗，可算见到你日思夜想的皇后了，开心死了吧？可是她根本就不认识朕，她是朕的陈皇后吗？瞧你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哼，跟段正淳一个德行。段正淳，何许人也？就是宋朝云南大理国的王爷，他有很多个女人，一段时间就换一个，对每个女人都是真心真意，对她们殷勤备至，情真意切。他总有办法让女人觉得自己才是他的最爱，他的唯一。但实际上呢，他有很多的最爱和唯一，像不像你啊？这就对了，男人就应该三妻四妾。色狼。何为色狼？色狼就是你这样的，见到女人就想叉叉圈圈。我可不同，我从来不强迫任何女人，包括你。啊呸！千年的色狼，你在这装什么三贞九烈、纯洁的小处男啊？你在皇宫的时候不就喜欢跟不同的嫔妃叉叉圈圈吗？还装无辜，你当自己是纯洁的小百合啊？
世上怎会有你这等女子？我就这样，有本事别跟着我。哇！他们让他们看见，管他们。哎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！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别看了！哎呀，你躲开！我们走吧。干嘛呀？人家亲热人家的，我做我的。人家亲热都不怕被人看呢，我怕什么呀？你还是不是女人呐？不知羞耻！谁不知道羞耻了？谁在古代的时候有3宫6院的泄欲工具？到了现代，跑夜总会也算是3宫6院被人泄欲。哎，李欢，你牌子是几号啊？那些富姐青睐你不？你还是女人吗？有没有人翻你牌子？啊，我是穷人，我都不知道那些富婆是怎么玩乐的。可恶的女人！不会吧？根本就没有人翻你牌子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呀，看看你这副德行，自己什么鸟样你自己不知道啊！唉，一旦没了皇帝的身份，谁还能喜欢你啊？谁说的？有2个女人翻我的牌呢。行啊，哥们儿，有前途啊！哎，你跟我说一说，他们都是怎么跟你玩的？等我有钱了，我也去耍一把。你胡说什么？一个女人怎么能这样？去消费，找死啊你啊！现在都什么混乱的时代，女人天天想着嫖男人，你，朕诛你9族！哼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你这个千年僵尸，可惜呀，你那个荒淫的暴君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哼！干嘛？笑得那么淫荡？你吃醋了？我吃醋？我呸！你当你是谁啊？别以为谁都稀罕你，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我是你丈夫，天经地义的丈夫，嫁过聘的。滚！有多远滚多远！我告诉你啊，冯昭仪才是你的小妾呢，我不是。你这副臭德行，让我想起了鸡爪子。你想吃鸡爪子？我去给你买。还不快去！去啊！好香味儿的！啊！怎么才回来？我都已经做了500个仰卧起坐了。快吃吧。你有吃？哦。真贪吃。你不贪吃，你还吃？啊！又想你的陈皇后呢？他不认识我了。李欢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是跟你吵架，总是气你恨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你的冯昭仪，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人。其实你心里都知道，就是不愿意承认，对不对？1年以前，我独自去旅游，去了莲花山大天坑那个地方。突然，来了一团黑漆漆的乌云，一阵龙卷风卷过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我就被卷到龙卷风里了，然后就听到了水声，感觉快要窒息了一样。爱妃，爱妃。
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就发现自己在水里，被人救了起来。然后，就听到周围不断的有人在叫我：“冯昭仪，冯昭仪。”原来朕的冯昭仪真的已经死了。你只是附到了冯昭仪的身上。所以你知道，我根本就没有骗你。我在皇宫里说的那些话也都不是疯话。我知道，你爱的冯昭仪死了。你今天见到的那个演员，你认为她是陈皇后，其实她只是跟皇后长得很像的一个现代人而已，就好像我跟冯妙莲长得一样，是一回事。可是我有的时候又不恨你，因为你稀里糊涂的来到我的时代，我深切的知道那种滋味。峰峰，我是不是已经回不去了？我该怎么办？从头开始。从头开始？对，你是皇上，从来到这个世界起，你就经历了刀林剑雨，人类所有的阶级斗争和爱恨情仇你都经历了，还有什么能打败你呢？现代的社会对你来说太简单不过了，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，一定可以活得很好很好的。我们随便逛逛吧。次品，这些都是次品。这个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走吧。啊，干嘛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喜欢这个？小姐，您的眼光真好，这是本期的新款。你好，多少钱28000元。还有卖花的呢。你看，那个叫蓝色妖姬，好看吗？这花多少钱？1088元。那边那个也挺好看的，你走。峰峰，虽然这些东西我现在买不起，但是将来我会把你今天看到的东西全部买下来。不，比你看到的那些还要好。那么贵，买它干嘛？吃不能吃，穿不能穿。又不是暴发户，啊，哪像你以前啊，那么多龙袍，每件龙袍都那么昂贵，比那裙子贵上何止10倍100倍。你才是最大的暴发户，土豪奢侈哥。朕的龙袍前后有4对5爪龙组成，每条龙上面都会缝着细细的东海珍珠。那得多少颗珍珠啊？1万颗，冬季的则是10万颗。哇！龙袍的面料呢是丝绸菊，耗时2年，极品绡丝，用的是金线3两，价值2万200银。
2万两，换成人民币得多少钱啊？我要是有一件龙袍，那就发大财了。龙袍没有，有盔甲呀。盔甲，用不上吧？我们这时代穿不上了。啊，腿好酸啊！我们在这坐一会儿吧。啊，峰峰，马上就到家了，要不我们去那边坐车回去吧？坐车不花钱啊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我背你。皇上背我，我可承受不起啊！快点。那谢谢皇上啦。啊！皇帝背了我，我好荣幸啊！李焕，你来这儿这么久了，你喜不喜欢这里啊？鬼才喜欢这个地方。你是不是很想回去啊？我失踪了这么久，太子估计也继位了。我回去之后，必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如果你永远都回不去了，你最想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呀？成为世界第一富豪。峰峰，你呢？我想中500万，然后买一套大房子，就不用经常搬家了。还要一个很大很明亮的书房，大大的书桌，大大的书柜，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。你就这点志向，没出息。我还想找一次牛郎。嘿，你还敢说？还说？嫁！家业，家业，家业。严嵩，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找我？这个女人明明是我妃子，和我爱妃亲热，没什么不对吧？干嘛呀？小公狗，你信不信我把你打成活公公？你敢辱骂欧大朕？你是朕的爱妃，朕跟你上床是天经地义的人伦。朕怎么了？谁是你爱妃？谁是你爱妃？狗皇帝，狗皇帝！我告诉你啊，也就我娶了你，要不然哪个男人会看上你这种母大虫啊？我告诉你，以后我们国家会有1000个光棍，100个男人排着队来娶我，我也轮不到你。那你快等着吧，等100个男人来娶你吧。你以为我真的对你感兴趣啊？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你放屁！你放屁！你睁眼睛说瞎话！我怎么没有了？我怎么没有了？
刚从西边出来了，会洗衣服做饭了。这有何难？学呀！小公狗，学得挺快啊。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？蠢女人，这又不是什么高难度技术活，快吃吧。太好吃了！我做的肯定比你做的好吃吧？可不嘛，比我做的好吃多了。那以后做饭这活儿就交给你啦。你都会用洗衣机啦？这有何难？2、3下就学会了。哇，变聪明了！我是谁啊？我从小被立为太子，10岁登基，9五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。这天高不够你这只鸟飞，这地阔不够你这匹马跑，我这浅水区也容不下你这只大龙王啊！赶紧在我眼前消失吧！哎，蠢女人，给我找个工作吧。选工作了？想挣钱啊？没问题啊。你有学历吗？学历是什么？学历呢，就是你学习的一个证明，比如说大专大本、研究生、博士。在我们这个社会，工作必须得有学历。这算什么呀？从我出生以来，都是全国最有学问的人来教我啊！你们这儿应该叫做精英，全国所有的精英都来教我。我从小就受到超级教育，而且看书啊，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理解力超强。你说你从小读书好，悟性高，自认为非常非常的聪明，可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，差得太远了。啊，我原来还在担心你能不能适应这个社会，看来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啊！不出3个月，你肯定会对这个社会完全的熟悉，你的聪明才智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。当我瞎操心了。你担心我，那就对了，因为你是我老婆。不要脸！刷碗去。饭是我做的，还要我刷碗？你是皇上啊，你是精英啊，这刷碗不太容易了吗？咱俩分工不一样，我搞创作，你刷碗。谢谢皇上。进。谢谢。我也想学电脑。你学电脑干嘛呀？你已经有一个神一样的脑子了。要是古代就有电脑就好了，我只要给我的大臣部门发一个邮件就可以了，或者直接跟他们语音，然后部署计划。行，我一会儿呢就给你申请个 QQ 号，这样你就能跟你的大臣们聊天了。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别生气呀。你快出去吧，别妨碍我工作了，我还得赚钱养活自己呢。在你们这个时代，女人都能养活自己，那男人干什么？大多数女人是这样的，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公，就可以在家当全职太太或者是阔太太。
但是现在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说呢，大多数的男人现在都养不起老婆和孩子，所以就需要夫妻共同的收入来养家。一般男人呢，挣了钱就要交给老婆的，让老婆统一安排。男人赚了钱要交给老婆？那女人干的工作是和男人一样的吗？好多女人都是男人的上司呢，没什么可稀奇的。中央有一些领导，就相当于你们那个时代的副宰相、六部尚书，还有各省的一些女的省长和副省长，就相当于你们那个时代的封疆大使之类的。这都是什么时代啊？阴阳颠倒，社会岂不秩序紊乱了？现在这叫男女平等，我们这个时代比你们那个时代强多了。男为天，女为地，怎么可能平等啊？真是世风日下呀！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只要是不偷不抢，用什么方式挣钱都不丢人。你挣了女人的钱，女人又挣了男人的钱，哎，就一回事儿。对了，我应该给你好好安排一下你的人生计划。你一个小女子，怎么给我安排我的人生计划呀？摆什么皇帝的臭架子啊！你都已经落后1000多年了，山炮，你懂什么呀？难不成你还指望我来养你啊？你要不早点自力更生，我就赶你出门。要不是看在你是古代人的份上，我早就甩掉你这个大包袱了。你以为你是什么呀？穿一身白就以为自己是白马王子啊？切！你不看看你的姿色，笑什么笑？我给你准备了2本书，你回去呢好好学习一下，要不然真变僵尸了。唉。